有色光輝黃衫走咯喎，咁啊見到隻加州活力咧就暫時係殿後啊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啦喎，前面放咗出嚟嘅馬咧仍然係嗰隻有運行嚟㗎。標誌就第2位、第3位嘅馬埋邊藍衫就起行啦。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明亮光輝都上啲咯喎，咁啊揈出去外邊冚㗎嘛，有色光輝馬林中間君志成啊，咁啊再喺外邊有堅闖，大外檔係加州活力啊，響馬林中間揾位仲有醒目先驅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有運行鬥緊標誌啊，呢個時候埋邊醒目先驅上嚟好勁啊，大外檔加州活力都勁啊，出邊位置仲有本領非凡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加州活力咁啊拋離群區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好接近喎，以為係巴閉佬嘅時候，出邊本領非凡勁啊，呢幾步第4名都要影啊，醒目先驅同埋堅闖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加州活力咁啊真係重現本色啊，外邊冚上嚟。好輕鬆贏啊！傳奇冚上去，精算激流呢，63黃帽都要出去啊！擁埋嗰隻本能出埋去，馬林後邊呢，先見到有蝴蝶翩翩啦，等入邊彩虹七色啦，掟出去嘅馬有2隻，中國心同埋白路金剛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中檔位置有呢隻旋風傳奇鬥緊埋邊呢，就起舞飛飛啊！中間就後無來者啊，響入邊捐位上仲係海船王者，咁啊白路金剛外邊衝緊上嚟啦，中檔位置仲有精算激流啦，蝴蝶翩翩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，白路金剛外邊逢馬過馬，輕鬆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蝴蝶翩翩，第3名嘅馬呢，外邊係銀騰，終點前將精算激流趕過埋啊！結果今場賽事中外檔又有得追咯，白路金剛咁啊轉咗潘頓，增程上1400，輕鬆贏馬。蝴蝶翩翩第2，銀騰大力後王黃黑格仔衫嘅夢照發外邊，咁啊見到兜出邊上有奮鬥心，內欄尾3係掌聲啊，尾二幸運同行包咗落尾，仍然係年年有福嚟㗎。好啦，入彎啊，建測群英外邊個勢咧就冚咗上嚟㗎啦，埋邊係進城區，再見到後邊㗎嘛，綻放的心中檔上，涉內欄追，風起雲湧，出邊上㗎嘛，仲有奮鬥心，偷入邊追，仲有掌聲，大外檔年年有福啊，最後100零米年年有福，外邊逢馬過馬冚上嚟嘅勢相當勁啊，咁啊好有機會贏馬。第2名嘅馬呢，中間有奮鬥心，入邊掌聲，中間夾住係綻放的心啊。結果年年有福，都早段真係好立㗎。咁但係轉彎掟出去大外檔呢，贏起上嚟嘅姿態其實都仲係輕鬆㗎。第2名呢，奮鬥心外邊，入邊係掌就放頭嘅，跟住喺第2位就品德寶寶啊，第3位嘅馬中間係幸運愉快啦，埋邊黃衫就係高感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外邊係一世美麗啦，中間夾住嘅馬有高將軍啦，響入邊呢仲有傳承效應啊，攞出去外邊追嘅馬有當家精彩，最出嚟知道穩勝嗰啲馬。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呢就黃金合戰先嘅，品德寶寶追緊佢啊，中間位置高感亦都上緊啊，響入邊捐上嚟淺藍衫就新力嬌啊，最出有理有我衝上嚟好勁啊！最後200米啦，見到大外檔有理有我殺上嚟嘅勢相當厲害啊！入邊位置仲有一隻黃金盒啊，接近終點有理有我外邊冚晒，跑第2名呢就黃金盒，海陸寶第3、第4名似乎係高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有理有我早段呢就縮咗喺包尾嘅位置，可能都因應個大外檔啊！轉彎呢就揈出去大外跌，逢馬過馬贏馬，跑第2名黃金盒，第3名金晉升啊！中檔第7文明福星內欄位置仲有橙衫嘅爭王啊！後邊嗰幾匹馬啦，細水長流攞咗出去大外檔噶啦，後邊嘅馬勇威神駒紅眼就褪咗喎，內欄尾二星雲笑着，出邊追仲係尊智神嚟㗎！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千杯拋離咗成個幾馬位喎，見到第2位嘅馬中間追上嚟有文明福星啊，外邊追嘅馬有尊智神、細水長流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千杯仲係佔先，但係外邊尊智神好犀利啊，衝上嚟，中間仲有細水長流埋邊爭王，贏馬嗰匹係外邊冚上嚟，尊智神啊！包尾位置衝上嚟啊，有少少內閃喎，咁啊嗰隻細水長流咧，可能驚馬咧，就俾嗰隻尊智神壓咗入去啦，結果跑第2。第3名嘅標誌無限啊，中間第5就線路萬里啊，落後咗個零兩個馬位，第6位有美麗大獎慢慢移出去中檔嘅，揈出去外邊有龍城強將啊，後啲先有佳運發啊，元宇宙智勝攻略啊，最出嗰隻呢就男神嚟㗎。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挺秀宏利就透出咗，埋邊馬上迎啊，中間標誌無限上緊嚟啊，外邊位置仲有龍之月啊，大外檔男神亦都展開凌厲衝刺啊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透出嘅馬挺秀宏利，但係外邊男神相當勁啊！中間仲有美麗大獎，外邊呢仲有龍城強將，接近終點由包尾外邊衝上嚟，男神贏啊！美麗大獎第2，第3名龍城強將，第4名係開心旺財啊！結果今場賽事
呢隻藍神，咁啊都係縮咗喺後啲嘅位置，曾經試過去爆尾啊，轉彎大外檔，咁啊結果贏起上嚟相當輕鬆啊！美麗大獎第二，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紅前道咧外邊係佔先啊，埋邊係巨靈神啊，第3位係美麗登場，第4位外邊咧戴面箍凝聚美麗啊，第5位就紅桃新星啦，第6位中檔萬眾開心埋邊咧仲有比特星嗰啲嘛，最後200零米紅前道仲係佔先啲嘅，外邊紅桃新星上嚟，最出嗰邊係凝聚美麗，入邊係美麗登場啊，大外檔嗰邊啊財將撻着咗啦，最後100零米透出紅桃新星，埋邊紅前道出邊上嚟。係呢隻財將好接近啊！哇，真係風捲殘雲咁樣追上嚟，係財將啊！埋邊以為一係紅桃新星贏，一係紅前道贏嘅時候，財將black 衝上嚟，睇下有冇機會捧走怡和挑戰杯第4名嘅馬。係凝聚天然數字啊！內欄紅衫黃帽一生好彩啦，出邊橙衫呢，仲有一隻超輕鬆啊！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安帝啦、川河耀區啦，尾4內欄係星環啊！後邊嘅馬幸運堂啦，繼往開來啦，暫時殿後仍然係紫荊盛世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靈燈呢，仲有個零馬威優勢入嚟嘅，中間有開心馬寶啊，千帆區亦都喺中檔上啊，響入邊等位有一生好彩啦，出邊冚嘅馬呢，見到有呢隻安刀啊，外邊呢。橙衫仲有隻超輕鬆啊！大外檔紫荊盛世追緊上嚟喎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都仲係靈燈嚟噶，外邊冚上嚟好勁啊！最出係紫荊盛世，中間仲有呢隻安刀接近終點，外邊冚上嚟紫荊盛世贏出呢場賽事啊！跑第2名靈燈，第3名安刀，第4名埋邊一生好彩啊！結果今場賽事都真係呢隻紫荊盛世都幾有運噶，後備補上。咁啊出閘響後邊，咁啊轉彎大外檔，逢馬過馬贏出呢場賽事啊！本事啦，出邊走上嚟第5啦，粉紅眼罩就係安康萬里啦，中間第6紅衫大面箍有沙井之友啊，走入邊啊川河洞區，攞出去外邊津之神啊，後邊4隻方唐武士至善思完尾以龍威心得包尾入直路3軍勇將啊！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就傑出漢子鬥緊電源之區嘅時候啊，串內欄上有川河洞區，中間追係加州本事啊，中檔有成數表，出邊安康萬里，最出仲有2隻啊，沙井之友啊，津之神大外檔3軍勇將都嚟啦，最後100零米。3軍勇將外邊逢馬過馬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，津之神響出邊，入邊嘅馬呢係嗰隻加州本事。咁啊至於第4名呢，咁啊都好接近嘅，分別有沙井之友啦，咁啊中間位置係成數表啦，入邊係川河洞區啊，好才有勢啊，尾二係極光之子啊，大墮後係妙算強人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泛有餘仲係佔先啊，優才揈咗出去啊，呢個時候2隻馬中間啊，大淺紅心開始推進啊，咁啊緊隨其後嘅馬，出邊有仗義追，馬林裏邊穩位上川河耀區內欄有風神啊，出邊嘅馬仲有紫荊拼搏勁好運，大外檔極光之子啊，最後100零米仗義透出，極光之子逢馬過馬外邊冚上嚟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。仗義同埋川河耀區非常接近啊！今場賽事呢隻極光之子留前鬥後，次次都外檔都唔怕啦，逢馬過馬冚上嚟贏出呢場賽事。第2名呢，仗義喺中間，咁啊川河耀區喺佢入邊，第4名再入邊。